讲到今仔日全台湾温度拢超过30度，尤其是这台东的太麻里有到37度之。不过气象署也要提醒讲，好天就要结束啊。拜五开始呢，受到风面影响，台湾会开始落雨。也那拜六礼拜全台湾的温度会降到14至16度。民众带狗来野餐，倒伫涂骹享受日头光。拜四各地高温有30度至34度。气象署拜四针对台东县发布柑仔式的灯号，新北、屏东发布黄色的高温灯号。其中上高温出现伫咧台东的太麻里，有到37.2度。不过气象署提醒拜五就要变天啊，到时全台大降温，尤其是拜六礼拜天气会上湿冷。最冷的时候大概是在29号、30号这2天。预估呢，北部、东北部最低温度大概只有14、15度，那其他地区也只有16到18度左右。气象署表示，唔来大降温，水汽嘛变多。拜五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会开始落雨，而且会落到清明。尤其是拜六暗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，雨水上高。若是北部、东半部会落大水雨，中部嘛闪大雨。周六晚上开始到周一这段时间，除了东北季风之外呢，要特别注意有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，所以各地的这个雨水汽是特别多。气象署也提醒拜五会出现6级的强阵风，拜六礼拜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也是有机会落雪，要特别注意温差的变化。记者戴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